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会记住咱顶礼拜讲到黄埔军校的校庆6月16，赖总统在遐讲到，若是中国拍台湾，首战就是将战这种讲法，就是导航主义。到底中国拍台湾，美国敢会束手旁观？讲是有地个经商的计划，看天看地会行破蛋。那么问题是后手盟友协调联合是带真重，最后就是你我敢有信心，绝不导航。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英語教授王明賢。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陳柏宏。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咱軍事連線雜誌的總編輯劉學謙。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關心。尤其今仔日透早佢發生一個代志，在平湖漁民發現一隻中國的燦水蛤，那麼出現在台海中線西邊，挖到金門、廈門的水路，而且邊啊佫有軍艦咧介護。國防部部長郭立雄來表示，國軍有掌握到情勢，學者呢分析，這隻燦水蛤可能是各樣。才有講呢，浮佇水面，嘛有可能是中國挑工要起徛空，要甲美國來搶啥？這潛水艇要當翕個鐘啦！中國占南方看到出現伫台海夾中線以西挖金下水道遐，凊管台海情勢緊張。有平湖的漁民18透早出海去掠小港的時陣，所發現一隻占南浮佇台海中線附近的海域，較緊翕相而且離較遠咧。占南邊啊，佫有中國的軍艦在介護，做伙對中國方向在駛。看到應該是海校的潛水艇是較少。因的進出船是較多。我們有用相關的情見證的手段，已經有所掌握。不過詳細的見證的手段，我想不宜在這裡透露。郭立雄講，國軍有掌握中國占南的動態，是對這隻占南是無方便對外來說明，但是外界研判講應該是09-4型的核占南，會當載12粒巨龍2潛射彈道飛彈，威脅區域的和平穩定。面對中國大陸的步步進逼啊，好像看不到什麼像樣的反制措施啊。核子動力潛艦在台灣海峽被看見。本身這個位置就代表這艘潛艦是不是出了什麼差錯？中國占南最近幾年是真濟擺互看到浮出水面，包括2019年7月出現喺馬祖的東引外海，今年9月出現喺南海，2021年11月喺台海出現，去年7月嘛互看到出現喺平湖。這擺占南長時間浮起來，學者認為講這是真無思想。可能就是水底下的地形改變。迫使他採取浮航，以避開水下障礙物，也可能是要趁機向美國就是嗆聲，也就展現他的核武肌肉。學者分析，中國占南有可能各種出狀況，只好浮起來，嘛無排除是政治操作，故意讓占南出現喺台海中線，甲美國咧嗆聲，等軍事金馬。記者綜合報道。這隻燦水港到底是安怎吼？我相信咱頭頭也有講過吼，小等咱再來講這題。但是吼，頭頭我一開題就講，到底這個首戰就是將戰這種講法，是要讓咱大家有警覺，還是講無啦？咱就是導航主義。這一句話吼，大家有個人看這邊，有個人看那邊。我首先要請教着王老師吼，咱到底應該有啥物信心？還是講，咱小等會過來，互觀眾朋友了解講。美國人或者是日本吼，因這同盟盟友到底是安怎布局？但是首先愛知影講，到底這句話愛安怎聽啊？我感覺咱需要了解講，這句話的源頭吼是2008年吼，咱的國防研究院有一個研究報告吼，就是2018的中共政軍報告，伊內底有咧講解放軍若要拍台灣，伊上重要的戰略原則是。首戰即
决战。意思是讲不爱拖久。对，就是讲要等咧足短的时间，譬如讲24点钟，还是2天，就甲台湾拍甲互挡袂掉。所以伊的目标是讲要用武力来逼咱投降，所以伊才会讲首战及决战。所以昨天毋是首战及终战，这是咱国防院的说明，这点最重要。第2点，我感觉来赖总统咱的迄个黄埔军校，就是讲凤山你讲的话，伊的目的是甲咱讲，咱有主权才有国家，咱有国家咱才有国防。咱面对解放军对咱的行遐，对咱的武力的侵略，咱来备战，就咱准备讲，咱有法度甲伊拍，备战。才我到避战，避免战争的发生。佫像一点，就是讲，咱有实力才有和平，就是讲咱来建军备战，来应付这个代志。所以伊讲这个问题是讲，唔通定受到中共的这种宣传，解放军的宣传讲首战及终战或首战决战。因为大家感觉讲解放军这么大，台湾遐尼细，你若讲从2000年以来。两岸的军力咧对比比如讲陈志港伊有23架，还有核子动力潜舰，台湾敢若有4台，4架，即摆咧要建未来8架，唔知影讲但是会好。我意思讲，足侪人会感觉讲，你为数量为质量比咱差足侪，若正经发动战争，伊第一波一定讲用飞弹过来嘛，用伊的海军、空军过来，伊大量咧拍台湾时，台湾若要应付。有一个困难度，所以有大人讲，那安尼就歹拍啦。所以赖总统唔再甲咱讲，你袂使相信解放军讲的这句首战及终战，或是首战及决战的所谓的投降主义，你袂使有这种想法。你要了解讲，我要用不对称的手段来对付解放军对来的侵略。那所以伊的意思是讲，咱规批来看伊文章，再有了解。迄个赖总统的想法就是讲，你要做好准备。实际上，咱国防部嘛，讲得真清楚，国防部长顾立雄嘛讲得真清楚啊。咱来用不对称的战力来对付伊。那这不对称的战力足侪方式的啊，你用无人机啦、无人潜舰啦，或是其他的用执行科技，拢嘛才做到这个地步。所以我感觉讲，咱爱全面来了解这个事况。我整理者，王老师，你的意思是讲，第一，咱看了这句话，就爱了解讲，咱爱维护咱家己主权，就是爱备战，备战才袂当准备，爱准备的备啦，才袂当撇战，才会当避免着战争，是这个意思嘛？对，所以，但是嘛有人讲，无咯，咱会当冻3天，第4天咧。我感觉伊这句话上大一个目的，就是讲解放军要拍台湾，一定是首战及决战。意思是讲，伊要等咧短1天还是2天，互台湾拍到咱无法度还手，互外力无法度入来，互美国、日本、咱其他的咱的友好国家无法度入来，因为伊若这个战争来拖讲1礼拜、2礼拜，像乌克兰2022年的2月24号开始拍，本来1礼拜大家感觉讲乌克兰差不多嘛，结果乌克兰1礼拜、2礼拜、1个月、2个月，到即摆2年哇。所以全世界唔再去个帮助，那意思是讲，你要有这能力，你来抵抗伊会拍，互伊的这个首战无法度成功。当伊首战无法成功的时候，伊会开气势，落下落了美国来入来，还是其他国家来打西工，伊就拍袂落去啊。因为伊国家遮尔大，拍这台湾海峡，拍台湾遮尔细的所在，若拍到遮尔忝，伊免对伊来做交代。所以伊会足大危险，问题就了解。好，安尼咱有一个首先有一个大约啊介绍有一个见解了后，我来请教着咱的陈老师即个美国人伊咧讲到安尼，讲即个叫地甲经商的计划叫 Hellasgate， 听起来是看天看地。咱来首先来看讲印太前司令阿基里诺伊就讲嘛有讲过。今年的新加坡的 Shangri-La 对话印太总司令Paparo Jr. 也讲以无人武器的系统打击共军解放军会变做地下的景象，来阻止着共军穿越到大海。其实还有一个 replicator， 即个复制者的计划，这种甲无人机有关系
但老师，你甲咱讲看卖，这无人机会发挥作用，甲因的飞弹来，这中间彼此的这个关系是啥物？其实我感觉吼，这可能爱分开来讲啦。哦，唔是讲无人机就一定是未来这个战场遥仙丹。嘿，唔是，应该讲无人机伊是一个新的工具。吼，那这个工具其实嘛无新啊，伊其实100年前就有啊。是，啊，只是讲即摆因为技术的进步，吼，啊，伊有较好的一个发展安尼。啊，你讲无人机到底伫即个战争之中，吼，会当做什么款的代志，吼？其实伊会当做的代志足侪，吼，但是伊嘛有真侪限制。嘿，唔是讲哦，伊是无人机，伊就啥物飞天正地，嘿，拢会使。当然，伊拢会当做到部分的代志吼，但是伊嘛有伊家己的缺点。啊，比如讲，无人机、飞行机来讲吼，咱一般有人的飞行机，迄飞行员伫内面飞的时阵，伊其实会当直接去感受到迄个气流的变化。哦，所以有人的飞行机伫即种较变化多端的气候环境之下，操控的状态会较好。吼啊，无人机因为第一伊无人伫内面，啊，所以伊可能上面装的一些感测器嘛较少。比如讲，咱的战斗机伊有装迄个雷达的警示器，吼，所以如果你飞行机互迄飞弹吼锁定的时阵，伊会提醒你。啊，但是无人机因为伊飞行机较细嘛，伊可能就无装即个物件，啊，所以无人机可能互迄雷达锁定的时阵吼，伊可能完全袂叫袂叫嘛，袂啊，伊就突然之间就断线安尼，哦，就互人断落来安尼，所以这是伊有伊的限制伫遮。啊，所以老师，你感觉这个计划到底是有作用啊，无作用啊？这个计划吼，毋是即马就会当发生的。其实，这个苏宁伊讲的物件吼，含你拄则讲的这个复制器的这个计划吼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计划是伫未来的2年到4年之间，会当做一个足大量的无人机出来。啊，但是这只是敢若开始讲尔，伊这美国的这国防厂商伊嘛有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讲。啊，我拢无相关的计划，还是讲你需要的物件的规格是啥物？吼，啊，你的需求是啥物？我拢无摕到啊。你讲美国的厂商敢有能力去制造？当然有嘛。但是伊要制造啥？你嘛是爱含伊讲，伊要摕啥物出来互你？所以伊这是一个结果啊，尔啊，佫无实际上，因为我看讲内面也有写讲，这个复制者的开发的计划吼，要应用这2个这个地狱景象的计划，啊，内面讲有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机吼，叫做弹簧刀、金仔刀吼600，或者是 Hero 120，吼，啊，佫是菲律宾吼部署 MQ-9。C 型无人侦察机，MQ-9C 型伊其实是侦察机，哈啊，侦察机的套件就是讲伊干那侦察，它没有放武装。啊，当然 MQ-9伊本身会当去放飞弹，这是无问题的。哦，但是这就是另外一个套件的部分。你毋是讲你即马讲随便拆的随拆了装了就有。对啊，弹簧刀600和这个 Hero 120，吼，这2种无人机其实它是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自杀式的无人机，咱从这个眼光看到红海。好，那个胡塞组织，去年开始不是讲伊要封锁红海，是啊，伊用无人机，吼，和火箭弹啊攻击这个经过红海前往以色列的船只，啊，遮久的一段时间来，俺问一个问题，吼，有一架船啊沉了，吼，一架鸟，啊，一架船啊吼，就是被击伤，这拢不是无人机做到的呢。无人机因为无人机600赫啊，无人机600它的弹头重量也没有很重，哦，那我们要面对的这些船的量体是5万吨级的，是10万吨级的。给弄一坑啊你啊！嘿，你可能就是摕石头去牵迄车，啊，就抹一压安尼尔。所以无人机敢是会当伫这个，所以迄杀伤力还佫爱看，嘿，爱看啦。这不是讲会当用这来拍准啊，因为你台海战争
你解放军要过来，一定爱坐船啊嘛，你袂当讲行过来嘛，无法度。啊，但是俄乌战争因的国土是相连的啊，俄罗斯的步兵协当行入去乌克兰的国土内面啊，啊，这伫台湾的完全不是安尼嘛。是。啊，总编辑你安怎看这两个计划呢？这个2个计划，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愿景跟宣示啦。好，对，然后它因为就像刚刚那个讲的，就是说没有任何具体我要生产什么型号、生产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说，美军在这个方面的技术其实是近几年有一些东西揭露出来是可以看得到的。我想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哈，像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海马斯系统，其实它是一个有人的火箭发射车，但是美军开发一个战术，就是说它用登陆艇或者是用运输机，它在各个岛之间，啊，比如冲绳群岛啊，在各个岛之间可以做部署。那部署之后，它发射完之后，它可以立刻撤离，或者它把人员撤离，把空车留在那边，都是可以做的弹性。那美军它的陆战队也在冲绳陆战队，它也把它的重装的这个重装甲的部分给裁撤。那目前是大量的换装这样子的无人这个海马斯系统。那像这个也是相当有意思，就同样的概念之下，它用无人载具，这个中间的车辆是无人载具，它带了2枚反舰飞弹，它可以快速的做部署，然后甚至你人员撤离，我这个车辆是无人的，我用遥控的方式让它发射。那它发射之后，它只负担发射，它的目标的获得，其实都是可以由其他的情报链或者其他的通信链，对通信链，因为我们讲说。目标获得比你怎么打击它重要嘛？因为你要知道它在哪里，你才能够选择打击它的手段嘛。好，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在现在马上就能够用到，而且非常具有攻击力的武器系统。好，那我们如果用别的概念来看的话，就是说像美军的这个 MQ-25，好，它在部署在舰艇上面，它可以，这是 MQ，对不起，这是 MQ-25，啊，这是舰载机。它部署在航舰上面的时候，它可以利用它的这个长滞空的能力，替其他的这个 F-18或其他的可以空中加油的战机做加油。它有个好处是因为，空中加油的任务，它其实以舰载机来讲，它载油量不高，所以它变成说，如果像以前的 F-18用伙伴甲舱来加油的时候，它要频繁的起降，它第一个占据航舰甲板的操作的空间，对，然后也去降低它的这个弹射的次数。那弹射次数对航舰作战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它可以用这样子去部署。那它的目标当然也不是说帮你把整个机队加满油，它可能是让这个准备降落或者准备进入编队的增加它的这个载空的时间。但技术上面来讲是可行的，他们已经在做这样子的应用。然后如果以海上的力量来说的话，这个是海猎人号，这是一个实验船。那它就是让它在没有人操作的情况之下，在海上做长时间的航行。这几年美军也都一直在做测试。那它未来现在是没有筹载的，只有航海的系统。然后你看到一个驾驶室，但那个驾驶室是备用的，对，它没有人的。那它也没办法在海上执勤，让人在海上执勤，是因为它没有其他什么。卫浴啊、厕所啊，那个都没有，它就是让你检修而已。它里面的舱间是让你人员进去维修。那未来对于美国来讲，他们也是希望说，我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可以做征收的，或者是反水雷作战的一些设备。好，那在这个也是，这有舰到了不？这个目前没有，但是未来这个载具发展应该有空间呐。对，比如说它把吨位加大，因为它这个是技术上面的验证，对。所以，像美军他们在做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像我们看到的，就是宣传上来讲，突然之间什么东西列装了，然后甚至有消息说他跟 F-22遭遇了，可以把 F-22击落，或者所以这看老节的啦。对，那像这个也是相当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外观来看很熟悉，它就是一个 F-16的外观嘛。好，那它有一个名字是XQ-76A。好，那我们如果近距离看，你会发现说它还是有2个飞行员在上面，但这2个飞行员他们并不是真正在操控这个飞机，这个飞机是 AI 的这个飞机操控的验证机，所以上面的是试飞员跟后面的系统。看讲有准啊，无准啊呢？对，然后它不干涉，等于说这个飞机它去进行空战的时候，其实是由 AI 去做判断。
那你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武器系统，除了海猎人它是比较小型的这个舰艇之外，其实其他都是已经具有攻击杀伤能力，是一个现成熟的武器系统。那它在面对我们现在讲这个高强度的战争的时候，它会比较有实际上的效用。就像刚才讲，我们这个游荡弹药式的自杀无人机，它的弹药筹载，它可能杀伤轻装甲、杀伤单兵，铁架就要凹落去啊。对，它可能很有效。可是我面对重装甲或者大吨位的舰艇的时候，或者它有防空能力的舰艇的时候，其实它是不足的。所以说，也许以未来的趋势来讲，是这些无人机它可能都会大型化，然后筹载会变多。可是以我们现在看的，不管是 MQ9 它就是非常平直而且宽的机翼，它寻求是我制空的时间的增长，对，成本低嘛，就是我能够一次飞的时长比较长，我的成本就会降低。那我的人在地面站，我只需要换班，所以人也比较轻松，我比较不会有这个因为任务而造成我的疲劳啦，对，我的注意力会下降等等这些问题。那他今天原本都是从侦察开始，然后后来发觉，我加入打击能力之后也非常好用。可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一个高强度的战争好了，比如说一个舰艇在海上，它是战备的情况之下，我任何飞行器进入我的这个雷达的搜索范围之内，我就会开始去识别那个目标嘛。然后当我发觉我识别不到这个目标，它的达询器没有回复我它是友军的时候，我就会拉防空战备。那等到它更接近了，进入所谓的这个攻击圈的时候，我就可能选择的手段就是把它给击落嘛。那只是说，我可能打一枚飞弹，跟我这架无人机哪一个贵，就是那个是类似金钱成本的消耗，它并不是战力的对等的对抗而已，这样子。对，那所以说像美军的这个计划，它来做未来，它可能是一个愿景。当这些设备都很成熟，而且大量应用在现役部队的时候，但是以目前来看，可能还没有办法，也无到这位啦，对，还没看得到它。但是呢，对总面积你安尼讲出来吼，咱拄啊到场的咱洪总吼来到这，我那个请教吼，是，咱即摆看到这张图吼，西太平洋美军的战略部署，美国在亚太的驻兵吼，日本55000啊，驻关岛的6183。驻韩国的26000多，驻夏威夷的42797人啦。第7舰队吼，军舰560只，啊，战斗机超350只，满员编制才6万人啦。咱咧讲吼，咱台湾人或者是讲惊讲的，即个阿强啊，甲咱拍的人，看到这应该爱安那想讲，无喏，伊这真正会甲你战斗的人无偌济啦，还是讲？无咯，我甲你讲，伊一人会当拍100个啦。人讲一国打10国，我是一国打100国，是不是安尼吗？爱安那想。其实拄则就老总编辑啊，甲佩宏因拄则拢有讲到的吼。其实美军对帮助台湾这件代志想法，其实毋是咱普通人咧想的啦。你毋是讲人跳来拍，就是有咧帮助你，因为包括讲拄则问到讲这。无人机，还是无人舰吼，去海顶，还是去空中去拦截这中共的，包括伊飞行机，还是伊船，这是一个方法。啊，迄个是帮助一款。啊个，也袂讲的，无讲清楚的讲，其实做这的物件，无人的系统的物件，无一定是美国人出的。啊，就是讲，咱台湾即摆毋是有咧发展无人机的国家队。国家队嘛无一定是做军的嘛吼，但是咱民主国家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就是讲，你无可能专制吼，讲你交税吼，今年甲我交10倍，我要做武器，袂使，对无？你什物特别预算，甲审吼，在野党会甲伊讲你这是安怎哦？你这挑衅，你这讲人来甲你拍，你加预算就是人甲你拍，这毋对咧。因为我门要加铁人啊、铁窗、铁门加好，这敢毋是讲叫隔壁来甲我拍，这毋是这个道理嘛。所以咱倒转来想来讲，咱民主国家平常时讲研究科技，会使做军事嘛，会使做民间的。战争的时阵再来，战争时阵应该转来生产。美国过去咱讲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就好啊。伊个军工企业，咱即马讲哇，军工复合体偌下
偌歹吼，偌迄落乌啊，其实毋是，迄是专门拢投入落去做的，包括讲查甫人去前线，后壁后头厝是因某，还是讲伊的太太，还是讲因的姊妹啊，去当抢，拢做讲哦，阮嘛会使。我嘛会使做无人机、做大炮、做枪。啊，有钱人买迄个制梗，买制梗啊，去投资这个公司，毋是讲投资哦，搞这政府毋是哦，我是投资公司，我买制困是买国家政府的制困，啊个袂倒嘛。我为保护家己国家去出力的时阵，国家个袂倒，所以我人民够安全，这是一个好的循环。啊，台湾人即马就做一个奇奇怪怪的声音伫内底插，所以你会看无。所以我洪总咱转来这就图吼，这个意思就是讲，伊只住在这个基地，无一定是真正有人会对因遐吼对这所在地来到台湾，伊可能是无人载具，吼无人飞机、无人的什么军舰，啊来遮个咧斗相共，甚至是通联，甚至地面起来的时阵，咱啊因为咱家己的土地，咱袂去互美军起来斗拍。咱一定是咱家己的军队去用这无人系统去甲战，无需要拢讲一定讲你战车起来，我嘛战车人下去拼，啊毋是，我先用无人下去算嘛，对无？你起来10只，我来算掉9只，啊剩1只我人来拍就好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其实这代志无讲清楚，啊是安那？你讲拜登有人讲伊安尼老吼，去伊无好，还是安怎讲？歹势，伊世界讲要保护台湾，讲的讲法拢共款，我协助台湾保护家己。会出兵无？伊无讲我出兵去打入台湾的土地啊，毋是啊。我讲，伊讲咧，伊嘛无大肆讲啊。伊讲，阮会做我该做的物件，该做的代志。啊，当然讲军舰冲过来，做互中共个周边的国家看的时候，伊当然爱做啊，这是政治嘛。国际政治伊也讲无做，歹势吼。就像做者今摆下这样看水啊啦，你老大安尼。万一吼，你也像乌克兰安尼吼，台湾去用拍掉的时阵，你美国的信用就去用打咧涂骹落啊，就无人要信你啊啦。啊，伊甲是真正美国霸权的总结就结束啊。哦，所以这嘛一种意味，就是讲美国人对着台湾的意义，还是台湾对着美国人的意义是真正是无啥共款吼。是。但是我看到一条新闻，我嘛要请教王老师吼。最近吼，咱国内即媒体就讲啊，讲哦，习近平在去年啦，拄到即个欧洲的即个欧盟的主席哈 ，Van der Leyen， 甲讲啊，伊甲讲，甲即主席讲，无咯，是美国人挑工咱甲塞，要甲人到要来拍台湾，我则无遐戆。去年伊就讲，但是今年挑滴即个消息才出来，啊，佫连串吼。伊的飞行机甲军舰愈来愈近啦，什么连东部这花莲港的附近出来，啊，伊这到底是什么意味？是什么意思安尼？还是讲两手切肉？我感觉去年4月份发生的代志吼，迄阵啦，习近平在咧北京吼，有接见迄个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啦，吼，伊拄仔讲的冯德莱恩吼。啊，甲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啊，因讲话什么内容无人知，哦，所以即马传出这个消息讲，习近平甲冯德莱恩讲，我则袂遐戆的，吼，啊叫我拍台湾，哦，啊若拍台湾，美国有机会来介入，哦，会中国未来发展受到影响，因为习近平定咧讲。2019哦，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啦吼，啊，伊2035要迄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吼，诸如此类的一个想法。啊，若拍台湾，伊的计划就受到影响，因为伊来开始要拍台湾时，美国就介入嘛，美国就准备好伫介入，所以咱拄仔咧讲迄第一岛链的防卫，其实美国伊即摆思考毋是讲中共要拍台湾时，再来这个附近，伊早就咧准备好啊。譬如讲，伊即摆合作日本。咱咧离宜兰外系差不多有111公里的迄个与那国岛，哦，甲石环岛开始有部署迄个中程飞弹，迄飞弹的射程差不多500、600到1000，射到北京去啊啦，就使涵盖规个迄个东北。啊，伊嘛在咧菲律宾的巴丹岛吼开始建港口吼，
码头啦、甲基地啊，部署迄个飞弹，所以伊会毛到甲迄个巴士海峡规个拢甲箍过，所以我这个想法来看，美国早就准备好啊，吼，哦，咱搁转来迄个《金融时报》的报道讲这个代志，因为一年前个代志，即摆讲一定有家己目的嘛，吼。系啊。啊，咱昨有看到美国的白宫甲国防部的发言人讲，无这个代志，无这个代志，绝对无。为什么呢？因袂使讲有，无袂使讲有，因为有可能。是我草民的人归讲啊。对，因为有可能。习近平甲这两位重要的欧洲人物咧讲的时阵，伊家己咧讲啊，美国定来安尼咧做，定来讲我要拍，因为有一段时间嘛咧传，美国嘛传讲2027，阿强要甲咱拍，2027，即摆2024啊，佫3年要拍，啊，其实美国目的是讲叫大家注意，这个中共会拍台湾哦，咱来准备好哦，因为当咱准备好时，就是讲咱有这个力量来应付伊的强拍。所以咱有准备嘛，所以因为咱有准备，所以伊要拍无机会。所以我感觉讲，习近平一方面甲美国讲，我知影你要想啥，我袂上你的当。啊，我一方面嘛甲美国欧洲讲，迄个台海和平稳定，我无责任啦，我袂要稳定台海，我无要讲要拍。所以老师啊，你甲我教一下，我若近摆去买菜哦，迄菜市啊阿伯啦，菜市啊阿嬷就甲我问啦，哦。王鹏仁，你甲我讲，这阿强到底会甲咱拍袂？啊，要用什么话语甲讲吼？因为我想，因会来问这种话，应该某种程度是讲会惊。对。啊，咱应该用什么言语甲讲，免惊，咱会安怎？还是讲无啦？啊，伊就想着战争，伊就头都摸去烧，咱要安怎甲讲？因为我感觉中国就是中国是解放军拍台湾的目的。就简单的，因为伊要甲所谓中华民国的主权，甲咱摕去。因为咱一直强调讲咱有主权，咱有主权就是国家，台湾的中华民国存在。伊感觉讲台湾是一部分，所以咱无国防，咱无主权，所以又要用武力来甲咱拍。所以当然这种情况底下，无管咱讲，咱若无承认讲咱是国家。也是讲咱讲台湾毋是世界一部分，伊就袂拍台湾。我的意思是讲，咁安呢？无管安怎，一定会拍，因为伊要用一种好方式，就是讲用武力来逼迫台湾甲伊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我看伊话拢讲甲真凶啊，留岛不留人，咁样咧闹林志玲。因为你也了解讲，不管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的两栖登陆作战吼，迄无遐尼简单啦。所以美国国防部再来讲，伊若有这个想法。可能美国在咧准备，在咧台海有这种地狱图像的出现，因为这地狱图像出现是讲，我知影你要开始发动，我用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载具来甲你拍到贵甲咱海、甲咱海、甲咱地有相关，你就无法度动。所以中国嘛会想讲，我用武力是一种准备，但是我重要目的就甲你吓惊台湾。你若无顺从我的想法，我要来拍，你的损失足大。啊，美国人会来毋来，咱讲毋知嘛。美国定来讲，伊会帮助咱台湾，但是美国帮助台湾目的可能是我提供武器互你啊，互你家己拍啊，或者等咧见识我卖介入互你去拍。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咱若要甲蔡奇爱阿嬷讲中共会拍袂拍，上条是讲咱来准备好，互伊毋敢拍，嘛无法度拍，嘛拍袂落。所以咱会当讲，咱即摆会准备。啊，甲美国人甲咱帮战的准备，应该会当指教讲，因唔敢甲咱拍。上条是咱做好准备啦，因为即摆战场是透明的啦，所以咱拄到有咧一个状况。咱咧准备啥，伊拢看有啦。你从啥嘛看有？因为咱即摆你讲无人机嘛，无人机作用足侪，会使侦查，会使攻击，会使指挥，会使协调。所以伊若有动作，因等咧上海，还是等咧南极，还是等咧军区咧动。其实咱规个战场拢透明，美国嘛知影，当咱知影伊要动时，咱就做好准备，伊要安怎拍，所以伊的损失会更较大。所以某种目的，我感觉讲，咱会使甲蔡姐阿公阿妈讲，伊就要甲你吓惊啦，甲你吓惊，用武力甲你吓惊，伊甲你吓。伊若正经拍，伊也感觉讲，伊若拍了，拍会落袂？但伊若拍袂落时，伊就忝啊。伊上重要目的，伊的政权可能无去。所以咱强调是咱来备战，那总统讲，咱准备好。你无需要惊伊。是，陈老师，若是同款的问题，你会甲蔡奇爱阿嬷讲啥物呢？我会讲吼，因即马是安怎要吓惊台湾人吼，就是因会惊。
是安怎因会惊呢？因就是知影讲，如果台湾人有准备的话，因就食袂落来，客袂落来，嘿，客袂落来，所以伊就爱吓你惊，吓你惊的话，你就讲啊，安尼我莫拍，吼，阮和平就好啊，吼。啊，你是无准备的时阵，伊就真正有即个能力甲你克落来。所以咱上好来避免战争的方法，就是咱做好面对战争的准备。咱做的准备愈多，因就愈无可能来拍咱。哦，但是嘛有一种讲法啊，其实我拢代替即个会惊的人咧问啦，像有人讲吼。会加人的狗拢袂肥，啊若肥的吼狗吼拢是袂加人的。我讲吼，但是我看我毋是讲食主食你是狗哦，吼，我是讲你定定安尼咧，我嘛毋是讲你咧肥啦，我是讲你边仔有一群人定定咧，定定咧发声，讲到安尼，大家吼有当时讲到会疲劳去。其实安尼讲吼，主持人，阮今仔日一开始的即个。题目是啥物？阮一开始问的物件是讲啊，迄个首战即终战，吼啊，首战即决战，其实是安尼讲的。啊，是安怎讲首战即决战？这个讲法是解放军因的一个战略指导。啊，这个战略指导，因为口号家己先画出来。嘿，他们的战略指导哈，看起来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就是我一次就要把你砍救起来。好，我就要让你进入谈判的阶段了哈，其他人就不能进来，来干涉。可是其实纯话讲哎，这个话都有一体的两面。他讲出这个话的同时，就表示如果有其他国家的介入，或者是这个战争的时间拖长，对他就不利，所以他才要尽快在第一次的时候就可以处理掉。那这个对他来说不是个容易的事情。不是个容易的任务，那但是对我们守方来说，我们其实只要做稍微更多的准备，就可以大幅垫高它进攻的成本。那它的进攻成本越高，那它成功的几率就越小。所以我们现在在国防上的任何一点点投资，对攻击或者是想要侵略我们的人来说，那个层数都是放大好几倍的。哦，啊那总片子你安怎看？那就会和你讲。一个例讲，咱的准备，或者是咱的盟友，甲咱的准备，会当互解放军小可想一切一个讲，哎呦，这唔通，这个客袂落去，你会当记一下例。这个老话嘛，就是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对，就是军事的这个备战都是非常花钱的，那进攻方更是，尤其是这样子。好，那起码他进攻台湾要是台湾守军的3倍的这个原则。那他需要准备的，不管是基建，还是他的人力，还是他的物资，都会比守方多非常的多。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像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为什么要用 M1 这么重的战车？好，那当然很多人觉得说啊，我们就用云豹啦，或者是我们像现在这个乌俄战争反战车飞弹大放异彩嘛。那我们其实也拥有不少像标枪啊的这样子的系统。那我的看法是说，当我们在这上面有投资之后，我这条准备出发的登陆舰上面，我是不是就要把一部分的油料、一部分的粮食，欠起来呢？我要把它省下来，我要放2颗反战车飞弹，不然我上岸步兵撞到你，怎么办？对，然后呢，那我是不是有些船就是啊，我要少带一点什么东西，我可能要想办法运一些战车上去啊？对，那这个成本是牵一发，电路无多了叫 Uber 啊？对啊，就是对，没错，它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哈。那这些。我也不能保证说这些登陆艇、这些武器装备都能够安全的送到岸哦。它在中间，它可能会被对，它可能会沉没，就像诺曼底的例子一样，很多那个战车根本还没有开始登陆，它就随着登陆艇一起沉没到海底。对，所以他们要准备更多的东西来应对我们会上岸之后，他会遇到我们所提供的这些火力或者是威胁。所以沙波是对家省起来，一定是要的。对，那你如果说进入了巷战。好，进入城镇战，因为我们上来之后，首先会遇到台61线嘛，遇到台61线，你安全越过台61线之后，你就会进到很多密集的住民地。那这些住民地的都是街屋，那你在街屋里面你要一个一个的肃清，你不能让这个火点存在，因为你后续进来的部队都会被影响。那其实说实在话，这个成本都是非常的高昂。那有点像刚才你讲，就是说我今天与其说真的花钱、花兵力、花人命来
攻击台湾、来登陆台湾，我不如前面先把你唬到，我让你害怕，让你没有抵抗的意志。可是你真的从现实的条件上面去分析的时候，我们其实两岸在军力的落差上面并没有这么的大，因为我们没有要攻击他，我们是守势作战嘛。咱不需要3倍啦。对，我不需要说我要去攻击他，我要造航空母舰，我要造什么东西，造什么东西，我去攻击他，我不需要啊。比如说我们的登陆舰艇，我们可能只需要维持我外岛运补的能量，然后我可能这个它还兼做也许防灾的作用，就像美国一样嘛，他们面临到那个飓风的时候，他们的2栖突击登陆舰其实提供很好的指挥跟它的这个直升机运送补给后勤的能量。对，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国防投资上面其实不需要无限制的去扩张。那加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直在讨论说美国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会不会来帮忙。好，那我们从利益上来看，好了，就是说有种说法是美国人不会为了你的台湾去花自己子弟兵的性命来捍卫。对哦，这真多人在讲啊，你莫咧讲啦，美国人拢是哦，死岛又无死兵岛啦。对啊，对啊。但是根据我所知，就是说那个把那个庚款退回来建立大学，好像是美国人开始嘛。对，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你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人也许就是民族性吧，他在很多东西上面他比较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是历史上看得到的。对，那现在来讲，好 ，OK， 我们有台湾这个所谓第一岛链崩解之后，那台湾在这个美国2战对台湾也曾经有过登陆作战的这个计划，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啊。那后来评估美国转去打那个冲绳，那在冲绳其实也是损失非常惨重，对双方而言。好，那今天台湾因缘际会，我们到今天是独立的一个政体的时候，你要来攻击台湾，其实台湾不是60、70年前的样子，我们的武力是现代化的，然后我们所获得的装备其实并没有像大家一般宣传讲说我们的东西很老旧。用功。对，其实没有很多东西我们是跟美军，像比如说阿帕奇 H-64 一型 E model， 在美军还在用 D model 的时候，我们是优先筹获到 E model 的。对，这个其实我们都长期在关注军事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建军成长。所以总面是咱会当改一个印象，和观众朋友一个大约的印象，就是讲咱国军其实无遐烂的，无遐烂嘛。其实应该说你要花多少钱去买最拉风的跑车啊，最棒的东西。你如果算你的这个家里面没架后牙，对不？我们是产胶啊嘛，对不？那我就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买到最新的，所以我们优先什么东西？优先可能是空防啊，对，所以我们的战斗机、我们的防空飞弹其实是很先进的。看寡哦。对，那也许我们的舰艇，我们还是有些舰艇有很高的舰龄，好，但是因为可能在预算终究会有一些排挤的效应之下，舰艇没有那么快的更新或者是换代。那你反过来看，现在这几年中共这种所谓不管他们叫井喷或者是下水饺式的发展，但是你要再看它之前的脉络，是它很多舰队的舰艇也老旧了，它也面临到说它要替换掉这些老旧舰艇。你买铁星的。对，所以你说我们不能说我今天截取一个地方来看去对比说，所以我说不要被它唬到嘛，因为唬你的成本最低，真的动手打你成本高嘛。啊，那洪总，你甲咱讲者吼，咱拢过去对阿强啊有一个印象，对于这个大陆的时代，因就是人海战术。吼，头前吼，咱咧细汉时看这反共电影，头前拢是李亚克啦，这个男女老幼啊，就去送物件，你要拍你也拍因，我兵啊拢伫后面，所以乃至到讲，即马大家感觉讲，哦，伊也发声讲，哇，我会甲你高密度吼，甲你轰炸，甲你飞弹，互你来意志来消灭。是，但乃至到这种防空的武力，咱会准备到倒位的程度？你的评估是啥？以咱即马全世界来替咱评估啦，吼。咱不是咱家己评估啦。这个袂讲咱讲家己赢。咱是全世界防空飞弹密度第2名。甲仅差以色列。嘿，啊，是安怎安尼？就是咱过去累积过来吼，就是讲，本来是咱的战斗机甲飞行员是上厉害，啊，美国拢甲咱有邦交的时阵，拢是上信赖咱，吼，伊家己无战斗经验，其实伫咱台海先战斗经验，包括这飞弹，哦，
响尾蛇飞弹，是台湾台海第一届全世界第一个用的，第一个拍掉记录是台湾的空军。这全世界是看恁讲做到的，啊去肯定的，啊是落尾是讲断交了后，其实断交之前就开始减少互咱啦吼，慢慢个小可较无法赢，啊中共就趁这个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更加正常化的时阵，伊甲投资一个物件嘛，包括嘛有军事科技，嘛有雷达啦，什物伊去改伊的迄个歼8-2型第2代什物有诶无诶，嘛有偷用着，嘛有偷着。所以这是40年后，伊甲美国人个请起来，我互你偷济去，我袂去偷啊，是毋知有川普叫冻算起安尼，迄是美国人民拢袂爽啊，搞迄票出来，迄毋是川普出来，毋是来去话啦，是绝对有一个人诶，是啥物叫啥物名安尼尔。所以倒头来讲是讲，台湾的准备其实毋是讲无准备，只是我特别爱讲，即马出来讲。首战集中战，就是讲第一届拍，就要拍输赢，咱就输啊，所以就爱跪落去投降。这啥物人讲的？其实是马英九家己讲的。我拄才讲的这个讲法是讨论说，解放军伊毋是安尼讲，解放军是讲我一出手就拍，互你无法度别人来插手，美国人就无法度插手，就决战啦，就无要战啦意思啦。吼啊，但是咧。后壁政治的部分，伊是讲要和谈，所以这套到马英九的时阵，所以解放军自己评估嘛是讲，我甲你拍死是政治手段。是，无毋对。但是我必须爱讲，即摆的问题就是讲，有人甲中共的讲法包装甲变做讲叫咱投降，是这个人，毋是国防院，嘛毋是高立雄。嘛毋是赖总统，伊拢毋是安尼讲的，伊拢是讲咱要准备好。连解放军家己都毋是安尼讲。伊原本就嘛是安尼讲，对吧？所以伊去讲啥物？这个办公室主任讲，是恁国防院吼，那都一年的报告写的，迄页数人拢查出来。第56页。第56页。2018年的期刊第56页。我这边有原文，我可以念一下。老师，你小读一下。迄个小可长，我拄在车顶冇咧看。然后中共军改企图将军队从国土防卫型转向外向进攻型，尤其强调联合作战与全域作战，企图在2020年达成初步成果。一旦解放军增强新型作战力量，对台湾首当其冲，影响最大。中国强调首战即决战，让美军未到，战事已定。这全文一字一句是安尼。是安尼写。这是一个中立的述说，中立的论述。一种讲法啊。做学术研究的人就讲，美军来已经无效啊。对啊，伊解放军安尼想，毋是讲咱台湾爱安尼想。你也讲，阮家己安尼想，咱的国军个种，迄旗啊拢拆掉啊嘛，对吧？军旗拢拆掉，黄埔嘛免记200年啊。美国人要来甲你斗相共嘛，无。免啦，迄个因为迄个投降主义嘛，迄个是标准的投降主义，就是叫摕敌人的话，叫讲你啊吞落去，恁拢莫做，吼，咱拢和平，拢互大学生去大陆耍，迄钱拢摕去耍，安尼就好啊，干嘛呢？你叫一去遐耍交朋友，真正拢袂含你拍，歹势哦，朋友定下避免哦。是咱现在是无了解讲，这个中国这个政体、这个政权的性质吼，有当是讲这，有当是讲这吼。王老师，你安怎看讲？因在这个国防的这个概念，是真正安尼想吗？还是讲无咯？我会当甲你占一个，我甲你占一个，像毛泽东迄阵时啊，我会当甲你占一个，甲你谈一个，甲你拍一个，甲你谈一个，甲你拍一个安尼。因为解放军啦吼，也是中共吼，对台湾的战略一定毋是干那讲往国防军事啦，伊嘛往迄个心理作战啦，吼，还是什么作战，心理作战，还是什么法律战，还是什么认知战啊，这种物件，就是讲。间接来影响咱台湾的这个心防啦，哦，甲咱的民防吼，因为咱了解讲，咱即摆上重要，咱中华民国国防不单是国防尔，就是讲你嘛要有心防甲民防这三个合到阵哦。
强调是咱的心防啦，是讲咱来认清讲咱的敌人是啥物人。所以罗总统等咧，迄个6月16号再去等咧迄个红沙咧讲，伊讲强调一点，就是讲咱国防国军上重要目的是捍卫国家的主权，吼所以有主权才有国家嘛，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上重要，伊讲下骹即个方面是讲，咱袂使敌友不分，绝不能敌友不分，也不能敌友不分。上重要是啥物？更不能接受首战及终战的投降主义。伊也完全是安尼啦，咱拄仔讲国防伊的解释是首战及终战是中共的物件啦，所以这个物件是甲咱讲，咱上重要是讲咱分讲台海两岸。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因为互不隶属，咱有主权，咱有国防，所以咱来了解讲，咱的敌人有多。因为逐工飞行机、政权，一直来把你扫来扫去，扫来扫去。咱今日拄来一开始有讲用一招094，迄个晋级的那个核子动力潜舰，咱咧配合出现。有人讲可能失事，有人讲可能有啥问题。对啊，有人讲这可能是未穿过已经浮起来。这一台差不多40公尺，这长的咧，不止这大台。等咧，互你渔船看到，你无你就互你知影讲，我要等咧倒出现拢会使。就是讲伊以后对咱的威胁，伊会透过这种方式来出现，因为这种成本低。但是互你有惊吓嘛？佮有宣传作用。因为佮为着这啊讨论一点钟。因为伊的两栖登陆艇佮补给艇吧，在咧金门佮毛祖外海出现啊。伊是要登陆金门毛祖去无？咱嘛唔知。就是讲伊用这种心理作战来甲咱克压。就是讲伊不管伊演习来做啥代志，拢咧做这种代志，就是讲伊是全面性来威胁台湾。所以咱袂使有迄个惊着，咱在做好敌我认同，敌我的分别。这种情况来出现了，让我就来应付伊的威胁。下来要请教陈老师吼，他带咱看这新闻大时阵，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中立出身的这个姓吴的这个立法委员，伊就讲，我看这咱这台湾的国军啊，拢无啥作为呢，这安尼袂使，咱到底要安怎用？这真正做歹做人，唔知影到底是要有表现，还是卖表现？我有表现，你讲我甲你挑衅，我无表现，你讲我无作为，安尼，这其实我想这阮新的国防部长的智慧啦，爱有智慧啊，这都，阮唔免去插这样代志啦。若是总编辑的，你认为咧？若是讲咱国军爱有啥物作为？譬如讲，若真正金门后看到无人机来。咱也有提这种干扰器吼，伊安尼袂飞，佫有其他什么风险？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像举刚刚那个例子就非常好，就是你金门遇到无人机这样子的骚扰，你应对它的这个标准的程序是什么？对我是把它击落还是干嘛？现有的不够，赶快去修，让第一线它能够有所依据的去执行。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我们面对很长期的这个认知作战嘛，好，那么解放军兵强马壮，国军装备老旧不堪嘛，好，那这个部分有2个，当然第一个解放军宣传很够力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国军的宣传又如何呢？那我说实在话，就是说过去几年我所观察到的是略微保守了一点啦，对，那他今天跟你讲我这个我要回归我的战训本务。好，所以他的训练很重要，他的宣传都不重要。那我们当然是现在传播这么发达，我看到的东西，从脸书上面看到转载的这些视讯还是什么东西，我当然会认为说中国是很强大的嘛。那加上说，其实大概联合利剑演习这个前后，这个力度都会加强，或者我们总统选举的前后这些力度都会加强。那我们已经从以前你可以清楚看到说，这个账号是一个比如说简体字的名字，到现在它已经是。就是你不点进去看他的名字，其实就好像我们的，对我们这边的人，那他也没有所谓的翻墙问题，他可能就在海外，他就直接过来你这边留言。对，那我们在建军备战的同时，你要让国人知道你建军备战的成果是什么。在宣传。对，我们要说每次就是比如像黄埔。大家就会去提刺枪术，对，那就变成说好像一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吸反射一样的那个东西。但我觉得你国防部应该去主动的去论述这些事情啊。讲较济吼，是安怎来促销创啥呢？对，是的。洪总呢？是，
其实我嘛赞成老总编辑所讲的吼，啊，但是我先替佩宏老师讲一下讲，其实唔是讲迄个牛立委问题，我昨伫立法院听这阵国防委员会，我嘛是听啊硬去，上尾一个，我比恁较大迄个立委，伊竟然讲叫顾立雄部长讲，咱有要反攻大陆无？啊，你若无要反攻大陆，你就承认中共啊，你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啊，咱敢有无承认？其实实际上，咱中华民国已经认知讲对方是一个国家，咱嘛是一个国家，所以咱啊对等来互相好来交陪。所以上好是无要相战，但是我总是讲，我卡门嘛是爱关的嘛，嘛所有人揣只到顾厝嘛，哦。对无？你总来讲，我拢放弃，咱叫你讲，大家拢一家伙，咱无